山咁多豪宅啊，有會所嘅大家見得唔少啦，但係咧成個小區自己起咗個洲際酒店級數嘅會所喎，你見過未呢？呢度咧就係旗江新城中心位嘅紅瑞一品啊，一入嚟咧就可以見到啦，自帶6米高嘅扶手電梯啊，直接坐電梯嚟到我哋嘅社區，咁樣嘅歸家儀式感，你中意嗎？項目2公里到中山輕軌站，港珠輕軌已經開通，去廣州、珠海好方便。27年中山站地鐵站都會開通，可以連接廣州18號線。2公里到深中通道中山站出入口，連接深中通道到深圳前海啊。27年中山站高鐵站都會開通，連接中國30個城市，直達香港西九龍啊。屋苑自帶業主巴士，往返高鐵站、博覽中心、客運碼頭、富裕城、萬象匯、吃喝活樂一條龍服務啊！呢個屋苑呢最大亮點啊，就係呢個4000平方米嘅皇家級雙會所。開發商為咗呢個景觀啊，特登將成個屋苑呢抬高咗6米，打造成中山首個下沉式嘅度假園林啊！而且咧，我哋嘅園林啊同會所係連通噶，你響嗰邊做尖游水，望出嚟咧就係我哋嘅陽光同園林啊，好似成日咧響布吉度假咁啊！過嚟睇睇呢個室外無邊際泳池啊，材料咧係用咗泰國入口嘅石材啊，顏色咧會跟住天空嘅顏色而變化，好夢幻啊！咁啊，隔籬呢個咧係室內常溫泳池，25米嘅國際標準，一年四季幾時想游水咧都得噶。個會所咧叫愛池空間啊，同深圳嘅洲際酒店咧係同一套高標準，入邊咧有健身房、瑜伽室、書吧、SPA 等等啊，功能多到你數都數唔晒。簡單啲講咧，就係你樓下變成一個私人嘅高級會所啊。如果愛人咧想要辦愛池空間嘅會員卡，價錢係好貴噶，但係咧業主唔同喎，可以辦次卡、月卡、年卡。次卡嘅話咧，價錢低至於38蚊啊。如果年卡咧，3000蚊1年就可以享受到愛池空間咁高級嘅服務啊。而且咧，我哋健身房配備專業嘅健身教練，如果係筋腱、腰痛、儀態問題咧，通通交俾佢就可以幫你解決啦。呢個環境靚過外邊嘅咖啡廳啊！平時咧同屋企人啊、朋友啊落樓下咧就可以嘆到下午茶啦。揸車翻屋企咧都係一種享受啊！車庫整體咧係抬高架空，做咗一個陽光生態車庫，採光同通風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噶。成個屋苑咧一共係135畝地啊，分為2期開發。我哋嘅左手邊咧就係2期，依家仲未開賣啊，全部都係大面積160個平方起。咁我哋依家賣緊嘅咧就係我哋嘅右手邊啦，1期主推3棟同4棟，2期細伙116平方同118平方啊，單價咧毛坯11000幾，大裝修咧14000左右啊。我哋依家去睇睇啦。我哋依家咧就上咗嚟4棟嘅20樓啦，2梯4伙，有110平方同118平方啊！我哋依家去睇睇啦。過嚟睇睇呢個110平方嘅飛機戶型啊，做到3房2廳2衛啊，進深咧係9.5米，闊度咧係4米。我哋嘅陽台咧對出去嘅東南向，望住我哋成個中山嘅景觀啊！呢度嘅夜晚咧景觀係非常之靚噶。樓下咧就自帶3.5萬平方米24小時嘅特色街區啊，飲嘢食飯行街咧應有盡有。再過嚟睇睇，3公里咧就有2大商圈啦，富裕城同 Coco City 啊，行路咧15分鐘就可以到啦。附近咧仲有利和商圈啦、遠洋商圈啊，衣食住行應有盡有。110平方咧毛坯係單價11000左右嘅，大裝修咧就14000蚊左右。我哋加埋8800蚊咧就可以享受全屋嘅家私家電大禮包啊，直接拎包入住。再過嚟睇睇，我哋呢個廚房咧係非常之闊落噶，對過去咧仲有一個4陽台啊，可以放埋洗衣機同晾衫添。咁啊，另外3間房咧空間感都係非常之唔錯噶，3開間全部朝東南向，望翻我哋嘅中山夜景。覺得呢個戶型點樣呢？隔籬咧仲有一個118平方嘅大橫廳啊，我哋依家去睇睇。哇！呢個6.5米嘅大橫廳啊，你中唔中意呢？呢個咧就118平方噶大橫廳，加埋我哋嘅3房2廳2衛，而且咧送埋精裝修噶。門口嘅呢個子母門咧係我哋交付標準啊，只有我哋嘅全屋智能面板，撳個掣咧就可以控制啦。呢個6.5米嘅大陽台啊，對過去嘅就係睇翻我哋嘅園林啦，仲有我哋嘅學校山景添。
呢個屋苑門口咧係有3個學校噶，而且屋苑咧自帶一個公立小學，就係我哋嘅洪瑞小學加中學啦。咁啊，2023年9月份已經係開業咗噶啦。小學咧係有24個班嘅，就向嗰邊門口咧，仲有我哋嘅一個網球場添啊。平時喺樓下就可以同朋友咧一齊打網球啦。咁啊，再睇翻我哋呢個橫廳嘅設計，再加埋我哋嘅中央空調咧，都係屬於我哋嘅交付標準噶。呢個廚房3件套都係屬於我哋嘅交標，棉窗設計，舒適度咧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再過嚟睇睇房間啦，洗手間咧係3段式乾濕分離噶，舒適度咧都係非常之好。而且咧，我哋呢邊3開間全部咧係朝東南向，視野景觀咧都係非常之闊落嘅。我哋嘅主人房套間啦，呢度咧係幫你做咗衣帽間，仲有我哋嘅洗手間嘅。我哋呢邊咧係朝東南向，望翻我哋成個中山嘅景觀。咁啊，灣灘嘅夜景咧係非常之好噶，舒適度咧都係非常之高。118平方，咁啊毛坯咧係11000幾，大裝修咧就均價14,000蚊，8800蚊咧仲送埋你全屋嘅家私家電，呢個總價咧就160萬啦。仲有咁靚嘅會所，你覺得點樣咧？